嘅講法咧，佢依家咧就係正在等待佢嘅當事人嘅一啲嘅精神報告。咁睇嚟咧，依家咧就陳立仁佢嘅方向咧個辯護嘅方針咧，就係想將呢個焦點放喺佢自己本人陳立仁嘅精神狀況，OK， 尤其是係犯罪嗰一晚。咁就係等啲陪審員咧覺得咧，佢咧係一時衝動、情緒失控咁樣咧去殺佢太太，咁因此呢個咧就係一個誤殺。嗱咁就最近咧喺香港亦都有一個好類似嘅案件，亦都係一個嘅殺妻案，就涉及呢一個張其中博士。咁佢喺香港大學嗰度教呢個電工嘅。咁佢咧喺幾年前咧，亦都係有一晚咧就係攞個電線咧就勒死咗佢太太喺自己嘅屋企嗰度。咁就嗰一個案件喺香港咧，原本咧陪審員就係裁定佢係謀殺罪名嘅 ，OK， 要終身監禁。咁但係因為最近咧佢上訴得直啦，咁所以坐咗7年監之後咧，依家咧上訴法庭咧就竟然咧就話咧佢呢個咧其實係一個誤殺，就唔係一個謀殺，咁就可以俾佢提早咧就放翻出嚟啦。咁因此我哋可以見到咧，就係咧其實有時候有啲案件咧係喺謀殺同埋誤殺咧嘅邊緣嗰度嘅，咁就係一個 close call， 即係究竟係謀殺定誤殺咧，都係一個需要討論嘅。咁就因此咧，呢一個嘅檢控官咧，佢咧就係用一個actually I want to change the picture, so can we go to the one that has three people, This one? the one with the glasses here. Oh. No, the one with the glasses is there. This one? Yeah, this one. Glasses here and then his wife. Yeah, okay, I like that one. 繼續撈緊啦，係咪？係。我可以繼續講係咪 ？OK。嗱咁辯方咧，佢咧依家就係指控陳立仁呢個咧，其實係一個謀殺 ，OK， 一個有預謀嘅謀殺。咁就去指出咧，其實呢個咧係一個愛情三角戀嚟嘅 ，OK， 一個 love triangle。咁即係話咧，其實陳立仁咧係長期咧已經係同佢太太咧係有感情上嘅問題，係唔中意個太太嘅 ，OK， 因為咧佢係仲係好掛住佢嗰個前度女朋友。咁佢前度女朋友咧就係根據法庭記錄咧，就係叫做蔣夢清 ，OK， 蔣夢清蔣小姐咧就係陳立仁青梅竹馬嘅一個嘅女朋友啦，前度女朋友啦。咁但係咧就係因為陳立仁咧糾纏咗喺呢一個嘅關係嗰度，咁因此咧就最後咧就演變成為殺佢太太嘅一個嘅動機。OK， 你有冇嘢？動機你咪 F 度講咩？我that's why 我唔喺度停咗咯，因為呢個就係我嘅第一集嘅最後㗎啦。咁我講精神錯亂。講翻係講翻頭先提到精神錯亂講翻。撈緊嘅，我撈緊。咁頭先啦，沈律師提到精神錯亂呢一個辯護理由。咁一般嚟講咧，精神錯亂為辯護理由，就係被告一方並唔否認事情嘅發生，咁但係辯方會爭辯到被告係由於患有精神病，唔應該為有關嘅行為而負上刑事責任。被告一方會聲稱被告缺乏足夠嘅能力去分辨是非黑白，或者係唔明白行為嘅特質或者特性。以上兩者，被告一方只係需要證明其中一樣，而冇必要同時證明兩樣。如果被告嘅精神狀況係符合法律標準嘅話，不論係短暫或者永久嘅精神失常，都可以以此為辯護理由。如果成功以精神失常為辯護理由，被告會因為精神錯亂而獲判無罪，咁樣被告就唔會被判入獄，但係會被送到精神病院接受治療。喺刑事法庭，一般舉證嘅責任都係喺控方，咁但係當被告一方以精神錯亂為辯護理由，提供證明嘅責任就會轉移翻去被告一方。被告一方要提出確實嘅證據，證明被告係精神錯亂，而控方嘅角色就係挑戰呢一個論點，提供一啲足以反駁呢一個論點嘅論據。多謝大家收睇，咁咧下一集咧，我哋會繼續去深入咁樣分析呢一單嘅陳立仁殺妻案嘅，請大家唔好錯過啦。再見。再見。好。